高雄这几年发生真侪摆这电火条顶的鸟兽，造成烧拍电，甚至是失电的意外。台天情愿伫咧春天，也就是这鸟仔生团的季节，拢会加强巡逻清鸟仔兽。伫高雄米道着一支电火条啊呢，小连续互鸟仔一直作收，啊那台天情愿4个月内就清41届啊。 台电人员装备穿好势，徛伫作业车顶悬，用棍仔甲电火条的物件拍落来，因拍落来就是鸟仔收。最近因食无用，尤其伫明德区这支电火条一对客鸟翁仔某上爱伫遮做收。台电人员4个月内已经清除41摆。台电高雄区表示讲，永安、明德等等的沿海地区因为生态丰富，鸟仔伫电火条做收的状况就较侪。年底吼12月。 到过当的3月至4月左右吼，这段时间就是咱鸟仔咧繁殖的时间啦吼，那所以伊会常常拢找阮的条仔顶吼，较平稳的所在去做收。每年12月到3月拢是鸟仔生团季节，根据台电高雄区统计，去年有19摆失电，拢是鸟仔收造成。因为收内面若是有天线、甲电火条的导体卡着，就会烧拍电。工程人员咧作业的时阵，就会有危险。会遇到电线含阮迄顶管迄种铁啊，爱就会有电弧，迄电弧当时啊足大，当时啊足细无定啊，所以就是惊电弧去伤到人。台电高雄处表示讲，为去年12月到3月，拢总清除914摆的鸟仔收，数量比过去搁较侪。今年是加强巡逻，透早下晡拢会巡一摆。目前伫电火条顶悬嘛有设置个赶鸟仔的物件，毋望鸟仔去安全的所在生团，嘛会当减少跳电失电的事故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